启明信箱，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启明信箱节目。今摆呢又到了毕业哦，啊，搁要升学的重要时刻，相信呢有足侪家长甲学生哦，一定非常的关心讲，家己应该选什么款的大学啦，应该选什么款的科系啦，未来会就业会更加顺利。啊，但是呢这几年因为受到这个新冠疫情的影响，其实呢这个就业的市场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那么到底呢有哪些大学跟哪些科系呢，让你能够就读了以后未来的假套路会非常的顺遂呢？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这一位呢，就是现在呢因为疫情的关系，其实也不是因为疫情的关系，之前呢他们就走向那个就是以后呢升学就业都非常的有利的一间学校。来，我们来欢迎中华医事科技大学的孙益民博士，孙校长，您好。你好，谢谢主持人是。那各位观众朋友啦大家好，我是中华医事科技大学的校长孙益民啦今日做欢喜来到这，会当甲各位报告分享阮学校的一寡特色。对，所以其实讲到中华医事科技大学大家呢会想到讲它是台湾最棒的一间医学大学，对不对？对，哇，真的就是以这个自豪嘛。按来讲，大家我们的目标啦。对，目标其实现在这几年来，大家也越来越认同了。所以一开始我们是请校长帮我们介绍一下中华医事科大。好中华医事科技大学大概伫1968民国57年成立的那伫2001年改名为科技大学。即摆有54年的历史啦伫阮这个学校内底即摆分有3个院，一个是医事学院，一个是护理学院，一个是民生学院。这3个院内底呢，总共有19个科系，19个科系。是目前阮的学校有8200几个学生囡仔。其实伫阮的科系内底大概就是像头拄主持人讲的，就是医事、健康，还有民生为我们整个的发展的特色跟重点的内容。对，大概对，所以其实这些科系就是现在真的很热门的对不对？我想应该是伫近摆啦个未来拢会做热门。为什么？因为台湾现在是老人化的社会往老人化的社会来发展的时阵这个趋势的时阵，这个健康照顾就更加重要健康照顾更加重要。当然头拄主持人开始讲的迄个 COVID-19 这个疫情的时阵也更凸显这种医事教育的一个重要性。那学校在发展这一个特色领域的部分其实就是从医护照顾到照护有不同的面向。那其实整个科系的发展也从这样来做设计，包括课程的面的设计，包括学生的辅导面，通通都是这样在做规划。而且校长近几年来，其实高中生来申请入学要去读恁学校其实这个录取真的很高对不对？因为像今年我们录取报到率超过90%，而且其中您的护理视光环境还有这个安全卫生公共系报到率竟然达到100%。对，这个很不简单我嘛是感觉家己的努力有受到迄个学生囡仔家长的肯定啦对，那不是讲护理、视光、环安达到100%，那其他的科系也都是在90%以上。所以在这个高中的申请入学这部分，我们的招生非常的好。那当然啦，还有不同的管道那也欢迎很多的同学踊跃的能够来报名我们中华医事科技大学。对，而且听说就是有些学生其实也当录取那种国立很棒的大学，对不对？像是有一些是嘉义女中彰化高中台南二中等等，他们都不要去读，选择要来读恁学校，对不？有，因为即摆我感觉读册最重要的就是以后好就业，好就业。对。那伫阮校这个科系内底这么多个科系里面，其实在我们学校培养的就是让学生毕业能够马上就业。那这几年我们目前最新的资料就是说，我们的就业率，毕业3年后的就业率都已经达到93、94% 这个位置所以真的就是
毕业即就业，就业，大概是这个样子。对啊，这是很多家长看囡仔，因的希望讲，哦，我今嘛毕业了，马上就当找到头了。不然现在这个待业的青年很多，很多，时间又拖得超长的。对，所以你们这个就业率算是很高。而且我要跟主持人还有观众朋友报告，就是我们的学生毕业后，他的就业职向大概就跟他的所读的科系会一样。因为有很多就是读一读，结果他毕业之后所念的科系就跟他原来不一样，都完全不一样我们的护理系毕业就是在医院当护理师，是那或者是到学校去当老师。那视光系毕业其实就是在视光界或者是眼镜行，或者在验光师。那我们还有一个很有名的语言治疗系，那这个现在也是非常夯的了哈。那毕业之后也都是在语治中心或者在医院服务，所以其实不仅就业率高，而且你所读的专业就是你未来很容易找到的工作。就大概这样。对，所以他一进去读，他就知道说自己未来要就业的目标是什么，对不对？这类方向。对。哇，所以他就会更加的努力去认真的去练习啊，去学习，对不对？然后去考证照。对。你们学校在考证照这一块帮助学生非常的多，是不是？我们来谈一下考证照。这个我想要先讲的就是执照跟证照的不太一样了哈。在我们学校有大部分的科系。那他们考的都是执照。那所谓的执照，就是说你要专门的几年的专业培训、专业知识的学习，甚至还要经过实习。取得这样的一个完整的就业的一个学习之后，你才有资格考执照。比如说医生不可能你家己看册就当去考医生，你一定要读7档，还有实习。要考护理师，也不是说你自己念一念就可以去考护理师，你必须有完整的4年培训，里面加实习。同样的，医检师、视光师、语言治疗师，还有营养师等等，通通都有一定的规定。你取得了这样的资格，而且完整培训之后，你才有资格考执照。那我们又除了执照之外，我们希望我们的同学还能再考证照。证照当然就是 extra 的。额外的，那只要我们再去多给他一些，附属的或者一些培训，他就有资格去考证照。所以我们学校很重视的学生的培养，就是要能够考上执照，也要能够再多几张证照。那当然，在有这种双重的加持之下，我刚刚讲的毕业及就业率，我们就达到94%。这个真的是。我也以当学校的老师为荣，因为学生的表现真的非常杰出了哈。那目前来讲我们对于学生的考照就会变成是我们的重点。那所以我们大概整个的培训过程里面会有专业的课程安排，然后帮他们找到很好的实习单位。但是考执照之前，我们有一系列的。应该叫做不只是辅导啦，其实真的就是参与学生考执照。比如说我们会开证照、执照的辅导班，那老师甚至于会帮学生去寻找这历年比如说医检师，那每年考执照的一些考题的分析。我们不是只有帮他找到答案我们也会分析说为什么这一次这个答案会是 B， 有什么一个解析。那甚至于我们把这一些内容，我们也会做成线上的学习。学生可以无时无刻的，就是透过我们学校有一个智慧学习的中华一点通，他在那个小的 app 里面，伊就当底下点选，大家去复习一寡考题。那更重要就是像我们最近已经有好多学生，我们就开了专门的教室、专门的图书馆、专门的会议室，给学生在那边自修准备考执照，因为7月底就要考啊。阮老师会底下做辅导。不是讲和囡仔跟他底下谈俩，阮老师会固定底下辅导，和学生问问题，甚至帮学生复习一些考古题。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考照率，执照的考照率大概都是全国平均的3成，就是说全国平均再加30% 上去。哇，那高于全国平均，真的非常的高。那我还更要跟各位观众朋友分享的就是。除了考照率非常高之外，我们还有很多明星学生。
好，比如说我以最近2021年的我们的医检师，这是叫呆，叫杨敏，叫足侪专国的医检师这位课，这个状元抵湾中华医师科大，不简单，真的很厉害。那护理，你看全国有好多护理，那当然有几万个人在考护理师，我们今年2021也有一个全国的第5名，那10几名的啦，100名内真的也很多。那甚至于我们还有营养师，食品营养师，我这边营养师起做球企业，很多的学校的营养午餐都需要，或者中餐厨房都需要营养师，对，都一直在找我们学校提供毕业生。那我们的营养师在2021也考了一个全国的第2名。第2名啦，那真的很多。那像今年的工矿卫生技师这一块，对，那南部地区有6个考上工矿卫生工业安全技师的6个，那其实就有4个就是我们中华医大治安系培训出来的，而且有3个是应届毕业生，也就在校生，1个是校友，所以6个里面我们就占4个。那其实这样的晃榜让我这个当校长的实在是安怎发光了对啊，很光荣与有荣焉。对，那也谢谢中华医大的老师们的努力啦所有老师们的努力去照顾这些同学。对，那也非常的佩服我们的同学像现在几乎都天天在那边念书。哇，天天在那边念书我这一次当校长我就送了一个包子跟粽子，所以叫做包粽。希望今年预祝我们中华医大的同学还是能够金榜题名，每个都考上你的执照。对，所以就是7月底的时候，大概就是要考了所以我今嘛大概弄做领金，就领金学校真的很不简单，因为你不是说有些学校他其实考那个学生考证照，他就是说他教会你了，你自己要想办法去考。但是我这样听来，你们学校是真的还有老师在现场，就是有在协助学生呢，对，非常认真的在那边指导。我想我们的老师是自动自发的啦那我们也会有一些奖励给这些老师啦那更重要的说，除了那个实体跟他们辅导之外，我刚刚有讲，我们也有线上的，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些考古题都已经做好了一些线上学习单，或者线上他可以自己用手机下去看，然后让他们也可以无时无刻在复习。那其实最重要，我们就是想让我们的学生在毕业都能够顺利考上执照、考上证照，甚至于让他拿到这样的一个类似确认的 certification 的一个证明的执照，能够很顺利的找到他希望的工作。那其实目前都非常的成功应该是这样讲。对，真的是颇受好评是，所以其实你们就是除了帮忙学生这个考证照方面加强这个非常的专业，那你们其实很多设备，我觉得有一些很专业的教室很棒的设备，这其实对学生要考证照，因为还是都有很大的帮助。尤其最近就应该是之前他们就是以为华医还有精准医学实验室。对，这很不简单的一个实验室也接牌启用了。我们先来看这一段新闻报道。请接牌。拿下来。中华医术科技大学精准医学实验室伫16号正式甲牌启用，典礼由校长孙一鸣、医术学院院长杨玉玲、副校长殷立德、医学检验生物技术系副主任许正元。新代精准生物医学研究中心主任曾大千，以及先进基因公司董事长蒋淑华等人，共同为实验室揭牌，向前华医医学检验人才培育，各向前迈进一大步。那这间实验室除了培育我们的学生，能够在学校就已经能够学习到最新的一个检验技术，也让他们在毕业之后能够立即的跟业界做链接，马上就业。那更重要就是我们是一所大学，我们也有我们的社会责任。未来我们也会希望跟今天来的先见的一个前置的一些产业来做结合，然后也对社区的一些老人的照护、检验的部分去做我们学校该做的事情。那我想中华医大除了学生的培育之外，善尽我们的大学社会责任是我们应尽的。那我相信未来我们的学生一定会在这些领域里面表现得非常好。
精准医学实验室开了将近1000万，建置了多项先进医学检测设备，包含基因定序、基因分析以及大数据比对等相关器材。学校也投入了很多设备哦，那里面特别包括一些基因定序，还有基因分析、大数据比对的一些相关的设备。那在未来，在高龄化还有精准医学，特别在预防医学上学校会扮演非常大的一个角色。哦，大家知道台湾高龄化之后，会有很多精准用药、精准治疗、精准预防，这方面的一个需求。那未来在中华医大，我们的社会责任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我相信我们学生在将来的社会服务各方面，能够透过这间实验室的一个成立，能有更多的深化的一个服务。分子检测技术发展快速，为了临床预防医学甲个人化精准医疗的需求，中华医术大学积极投入资源，发展精准医疗，设置精准医学实验室，采购相关的先进仪器设备，并将实验室的检测专业纳入正规实作课程，让学生伫毕业了后，不管伫生技产业，或者是临床医疗院所，伫这项分子检测领域上，拢会当马上实手，提升国内分子检测量能。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哇，所以这个精准医学实验室的揭牌哦，其实对这个中华医师科大来讲，真正是非常的重要，开1000班1000多班，1000多班呢，对啊，所以这对学生的学习有真大的帮助，对不？嘿，其实阮中华医术科技大学吼，除了我头先讲的要互因考到执照之外吼，嘛是希望因毕业后学的就当交即摆业界的需求共款。啊，即摆社会已经进步甲拢用智慧化嘛吼。啊，所以阮足侪物件拢开始就是爱去甲实验室精力合并交业界一模一样。咱讲类产线的基地啦。啊，咱即摆即个精准医学实验室嘛是即种情形。因为即摆的设备拢已经无共款啦。我不可能互囡仔伫学校学的是旧的仪器，啊，伊出去用的是新的。所以阮就很用，所以阮是足侪间即个实验室拢安尼来做。比如说即个医技系，阮就做即个精准医学实验室，内底咱放的一台仪器200万、300万，啊，就爱甲放啊。啊，因为这爱互囡仔用，因为伊以后去卡面就是爱用即种的。啊，阮伫视光系嘛放几啊千万，啊嘛甲因做一个空间。啊，这个视光内底包括因眼镜的迄个设备啊。比如说眼底的，迄个，拢阮用迄上好的蔡司的迄个机器啦，吼。啊，我有当时感觉，我这现在较厉害，一只拢200-300万，但是系主任、系主任去甲我讲，这即摆就是上行的、上新的。啊，为着囡仔吼，啊，学校嘛就甲买落啦，吼。啊，希望囡仔好好啊学。啊，包括个阮的治安系，啊，阮的参旅系，阮嘛有一个用 AI 的智慧餐厨房。啊，迄个部分吼，嘛是拢有设备更新，和老师去教。我要讲的是讲，迄个餐厨房，尤其它的投影设备，迄师傅煮食的师傅上歹学的，就是伫迄个手，伊安怎剁菜，安怎包好遐。啊，所以阮拢伫迄个所在后生，即个设备拢会特别去甲迄个老师会拍摄起来。啊，囝仔伫座位上或远端的，免讲大家围伫遐安尼伫遐学，啊，一寡智慧机械手臂什么，也拢伫这些餐盘的设计部分都有。啊，其实很多我们其实就是愿意花钱，啊，让学生学到现在最新的内容，啊，让他能够毕业之后顺利跟业界就直接接轨。对。啊，我相信在台湾这种医师科大、医师的学校，这个环境去变足紧的。阮袂使个永远都用旧的，所以阮就尽量可以用新的。对。啊，所以我相信嘛是安尼啦。所以我的囡仔要去甲业界迄个讲熟悉的那个阶段的缩小啊，缩小啊。所以目前来讲，其实我们也有很多业界啦，对我们的毕业生都非常的肯定。像有很多的医院，像我今天才听到那个主任秘书来跟我讲说，是不是大林慈济医院也想院长带队来跟我们谈合作。那我想我们也就把我们相关的科系会集合起来，跟大林慈济医院。那当然台南地区的都跟我们也有合作啦。是。我们是希望学生，其实这些都是为了学生啦。我大概是能够这样跟各位
观众朋友跟各位同学来做这样分享。对，所以其实安尼听起来真正是中华医师科大为着呢，让学生未来要顺利的就业。钱就是给开了去呀，对，因为你不买，对啊，你不买最新的仪器，然后有的用那种10-20年前的，然后跟现在你出去的时候，完全就是不会操作，还要重新学起呀，对不对？所以就是说，现在有人讲说面临少子化，但是有些学校就是变成要退场，就是因为他一直被淘汰，他也不去添购设备，也不去把师资做好。但是中华医师科大不赶快，然后挤开了，师资越拼越强，然后有顾到学生，所以你们在这一片就是。其实有蛮多就是私校啊，或者是一些学校退场的机制当中，你们还是稳稳的伫立着。我觉得谢谢主持人的赞美啦哈。那外面现在的少子化的这个环境真的蛮险峻的。对啊。在所有学校的校务经营上，也都是很大的挑战。那我们中华医师科大，在我就任校长，我就以提升学生的考照率跟就业率，来变成我们的招生力。就是说，科的执照会当找得好头咯，我相信招生就不会有问题了。对，这是我们最大的招生力啦。那所以我们这几年来学生人数大概在这10年来大概也是微降了大概从9000然后变到大概8200这个地方。我想这个已经很难得，我在这里借由今天的机会，我还要感谢中华医大的所有教职员工，大家一起的努力维持住这样的一个情形。那更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其实学生进到我们学校，因为我们这样的栽培跟这样的照顾，我们的学生的就学稳定率，甲主持人报告真正足侪囡仔去到一间学校了。半档啊，一档伊就转学啦。对啊。所以阮校的就学稳定率，现在从一些资料里面找出来我们从以前的第11名，现在已经进到第8名，全国。私立科技大学这边。对。所以进到我们学校读书的学生，我相信他的就业目标都已经固定了。所以他想要跳来跳去比较没有了。所以我们的就学稳定率，我们是现在是全国的第8名。第8名。那整个的学校的学生变化没有多大就学稳定率也都非常的好。那更重要就是可能那个观众朋友或者主持人都有看到最新的那个什么私立学校的财务灯号。对啊。什么灯我们目前来讲，这2次去年还都是绿灯多，我们没有一颗红灯。哇。那其实我们也是在前1/3啦。是。在前1/3。那我想这样的成就应该是师生共同来营造出来的啦那我们会越来越努力啦让整个能够让老师安安心心的工作，学生安安心心的求学，然后顺顺利利的考上执照，好好找到工作这是我想也是我们中华医大要努力，也是我当校长要做的。是，对啊，所以按你讲起来，这少子化对你来讲就不构成威胁，对不对？有压力，有压力啊，对，有压力还是要继续努力对。那其实我觉得学校在这个产学合作方面，其实马龙这做好对不对？这一块的话，你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如果要谈产学合作，我真的要跟主持人还有观众朋友特别报告了我想一个学校的经营绝对不能够自己在学校自己做一定要跟业界去有一些连结跟合作。对。那所以在我们学校里面也非常重视产学合作。所以我刚刚跟你讲的，台南地区有很多的医院其实跟我们都有合作，有链接，包括学生的实习，包括一些合作的方案。对。那我还是要特别提啦今年最让我非常感动的就是我们有一个毕业的杰出校友。刘总也就是爱尔利的创办人是那还有他们的常总捐了200万的助学金给我们学生。我真的要跟各位观众朋友讲，真的很谢谢像这样的杰出校友或者有一些企业团体能够跟我们合作。那当然捐款我们会用在适当的地方那我们学校在
这一块哈，我对弱势学生的照顾真的很多哈。对，像刚刚讲的这些产学合作，爱尔利集团跟我们合作，当然有一些仪器的捐赠啊，或者一些合作的方向。但是这个捐款，我在这里还特别要谢谢他们哈，还有很多单位了哈。这些捐款的部分哈，其实我们用在弱势学生的照顾哈，在我们这种学校，其实台湾目前来讲很多弱势学生，那我们让这些弱势学生透过这样的捐款，这样的一个爱心，我们帮他开考照班，不用缴钱哦，他就来上考照班。我们甚至于帮他出报名费，考执照的报名费，比如说他考护理师，那是要报名费，帮他出了，甚至于考完执照又考上了，又用这种那个爱心捐款给他一个奖励金，这么棒，就一连串的，所以其实真的跟我们合作，或者说给我们的学生照顾，我们都会用在学生身上，是，那这里真的要谢谢那个。现在我讲的就是爱尔利集团，杰出校友，杰出校友，真的再来就是说，我们老师跟这些企业的合作也衍生出非常多的成果。比如说我们的那个杨玉玲杨院长医师学院院长，那就跟外面的一些基金公司做合作，是开发了很多的一些应该说专利性的产品。我讲就是减肥的啦，或者是一些跟医学上有关的，那也有很多是合作产生一些，比如说像现在的之前COVID-19 刚起来的时候那一种快筛，我们也有去跟人家合作，协助开发，因为我们有很多设备在学校，其实可以先做初步的 define， 或者是合作。那另外我们也透过现在各个大学可能都有在做的，也是可能是主持人听过的大学社会责任计划。我们在执行这些合作面向的时候，去协助社区、协助产业解决议题的时候，我们也链接一些产业来一起做。比如说我们跟一家在西港的一个旗宏冷冻，那我们一起合作开发料理包，是真的叫做企业社会责任 CSR，加大学社会责任 USR，一起来提升企业的价值跟学校的价值。是，那这一些合作，我们目前目标是说，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社区是老人供餐，可是，在偏乡偏远山区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老人来是中午吃一吃，顺便就再打包回去，晚上就吃剩下的，那其实不够营养。我们发现我们的营养系老师去看一下，都是肌少症啊，或者一些，那就是协助找一个企业，大家产学合作，开发一个有价值、有营养的调理包，然后我们去协助在社区去做供餐的烹饪主食，那也让他们知道带着调理包回去之后，晚餐只要稍微加热，加青菜加什么，那就是又一个非常营养又有丰富的一个晚餐。那这样也是一种产学合作。是。但是我另外要衍生的就是，那这样的产学合作过程中呢，我们的学生竟然因为他也跟着老师在做这些社区的服务的时候，他变成是一个中间的点，他就变成是社区跟业界中间的桥梁。哪些社区需要，他就去跟业界提嘛，然后提出来。那结果现在学生毕业竟然也可以创业了，从这样的教学过程，这个学生竟然变成了不能说是网红了，但是变成了他也可以创业，然后协助很多社区去做这样的一个调理包的一个烹饪的教导。这样真的很棒那我也觉得这种真的对学校的学生也是一种帮助啦。那我真的很希望，除了有很多的医院跟我们合作，那很多的企业其实都可以跟我们合作。最新的要跟我们进行产学合作的那就是希望我们的护理可以去再增加职业安全上面的一个学习，那就可以担任职业护理师。是。现在像南工南科，像很多工厂在劳安法里面，都需要有职业护理师，所以像这种目前来讲，都是我们跟业界合作的一个契机。那我们也希望透过业界的合作，训练我们的学生。那甚至于能够把 CSR 跟 USR 的结合之后，去造福社区、造福乡里安。
我们大概会是这样做。对啊，所以这样听起来就是说，学校如果有看到说可能这个市场的需求有哪些职缺呀，刚好你们学校可以培训的，然后人才是比较少的，你们会去加强这一块，对不对？会，对。然后如果像现在像这一次的 COVID-19 不是就很需要有公共卫生师吗？对。那我们因为在我们的医师学院，只要大概公共卫生的相关科目我们都有，那我们开始就组织成一个 team， 然后开始让学生在这些课的修完之后，让他能够直接考公共卫生师，那这样又让他多了一张执照，真的很棒，他马上就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对，所以刚好因应这个时事的需求，然后马上就可以把你们学校可以让他们教他们，让他们学，马上去考一个证照出来。对，真的很厉害。那因为现在需要这个，在这个疫情的期间啊，对啊，真的没错。那刚刚那个校长有讲到这个爱尔利集团嘛，来捐赠，因为杰出的校友，然后回馈母校。然后我们知道说，其实爱尔利讲到它就是讲到医美嘛，对不对？对。医美，那我们知道说，现在最热门的科系可能就是医美相关的哦。你们新的科系要推出了，对不对？我们现在看这一段新闻影片的报道。谢谢。请揭牌。中华医术科技大学上新成立的生医甲美容保健科馆，就伫咧5月25号正式揭牌启用，由校长孙义明、董事长郑启瑞、董事叶明勇、医术学院院长杨玉玲、系主任张文腾、爱尔利医疗集团董事长常如山、创办人刘真华、执行长刘怡轩等贵宾共同出席揭幕，象征生物医学以及美容保健科正式加入中华艺术科技大学行列。我们学校的医学美容科正式要揭牌成立，然后开始招生。那更重要的就是呢，我们有很多的厂商尤其是像刚刚的爱尔利的这个集团它对我们的一个照顾那因为它真的是软硬体都是全国第1名最棒的了包括在硬体上，我想在医美这一块应该没有能够超越它了。那更重要的就是在软实力的部分我们可以在很多的一些资讯媒体或者是一些平面媒体都可以看得到，这个集团它对于这弱势的照顾，然后对于我们警消的一个照顾的部分，真的是在全国又是一个第1名。揭牌典礼一天，长期投入关怀弱势救助的爱尔利医疗集团，特别捐赠200万弱势奖助学金，并答应后续移拨医美检测等仪器，丰富系馆的设备，增加学生事务操作练习，身心宜故，更为活动加添温馨。我们的捐赠的这个团体，那我希望能够帮助到很多学生。我们每年都在做，针对各个学校偏远，包含到这个很偏远的学校，都有去做一些协助。那因为中华医专很多的渊源因为我在这个基本上在这边已经待5年了，在中华医专。那我们总经理创办人也是中华医师大学毕业的校友一个校友，所以这么亲的关系，所以基本上我们会全力协助学校所有的发展。爱尔利医疗集团创办人刘真华本身就是华医校友，伊真感谢学校当初的栽培，才会有今仔日的伊。真欢喜会当有回馈母校机会，也希望学校会当培育更侪优秀的学子。就把这个感恩的心来谢谢我们中华医科大对于我的培育那我有这个能力呢，能够在这个领域上呢有一些好的发展。那当然，我们刚刚常总有讲了讲了一些我们想讲的话了。所以呢，最后呢，我就也祝福呢，我们中华医科大呢，将来能够培育更多优秀的一些杰出的人才。5专学者中华医大生物医学甲美容保健科，今年正式对外招收新生50名。主任张文腾表示，为提升学生毕业后的职场竞争优势，在课程规划上以化妆品应用、医学美容保健、美容美体甲芳疗、彩妆造型甲时尚设计、语言甲妆品事业管理等等，并会邀请业界名师，也就是指标产业担任顾问以及实务技能师资，并会伫学生专五时阵安排因到合作单位做有薪水实习，甲业界无缝接轨。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
哇，所以现在呢，熊盖流行医美，然后相关的科系即将在中华医事科大要开始招生哦。所以校长给大家说明一下。好，我们现在中华医事科大新成立医学及美容保健科。那我们这个科其实也是呼应目前也是最新的一个潮流趋势的那里面我们其实除了刚刚爱尔利集团它的一个弱势捐赠之外，其实我们也真的要谢谢它有一些尖端的设备也捐了给我们啦。是所以连设备都放进来，设备都有。那当然我们自己学校也要再采购再买在实质上我们目前也有想要也有规划已经 touch 到了，就是一个像彩妆的大师尤思琪大师啊是能够到我们学校来指导同学。哇，那我想这个医美科的部分都是我们未来很重要的那也可能也是在照护上面让就是有一些亚健康的银发族也就比较能够动了是，其实他们也很喜欢漂亮对我们不是年轻的都很喜欢，所以我们年纪都很爱漂亮，每个年纪都很喜欢真的。那目前来讲以现在今天到最新的这个五专优免的部分，其实收得非常好，应该是说几乎快满了啦，快满招了，所以说这真是一个符合现在社会需求，而且非常有很多同学喜欢的。那工作也都没有问题，因为实在已经有很多在跟我们接洽了。对，哇，所以真的就大家很期待，然后所以其实招生状况也蛮好，相信这个科系会很多人去选。对啊，所以其实它未来包括考执照啊、证照等等都有。对，然后这个医美这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嘛。对。哇，对。所以真的是很不错的一个科系提供我们的家长还有我们的学生呢来做个参考。好，那就是身为说我们是医事科大的校长那面对其实我们这几年那大概就是不离口了，就是一定是疫情嘛。对，那疫情的话，那您身为这个医事科大的校长，你对我们台湾的这个防疫工作跟可能未来有一些防疫啊，然后怎么要走出这个我们 COVID-19 的话，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COVID-19 这2年。我们的最前线的医护人员，对，致敬啦。真的是非常的感谢这一些医护人员，然后承担这么多的压力，很辛苦。那我也要跟我们中华医大这几年培育出来这些学生，这些我们的校友，在你的这个防疫的最前线所做的一些努力，我觉得。我们学校母校没有因为就是会因你们而荣了这个是我第一个要先讲的。那至于这样的疫情期间我也希望所有的民众，全国民众大家都要先依整个防疫指挥中心的规范，大家就这样来落实执行，那个有一定的 SOP， 对，一定的 SOP。那在我们自己学校的教育里面其实因为这样的疫情发生。所以，针对后疫情时代，医护教育再怎么实施，其实我们也有做一些规划。那当然有人可能说后疫情时代是不是就是远距而已？不一定包括有一些上课的模式或者上课的内容，我们都在改变。所以在我们的医护专业教育里面，我们对这种防疫的观念，或者是公共卫生的观念，其实我们几乎都有在纳进来了。那。也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的护理或我们的学生，本来都没有注意到这个，当疫情严重的时候，他们该要怎么去做面对或保护好自己。对。那目前我们就会在课程里面先融进去了。就是要先针对这一块。对，要让他知道，以前比较不注意这个的地方，现在因为有这2年的情形了，那他们现在的工作压力下，所以我们必须把一些相关的观念。也要再加在之前的课程前面，是那当然有很多一些专业的部分也有会因为这样去做一点变动，做一点变动，所以我们的医护教育也会因为后疫情时代而有不一样的变化，对。但是我还是一直觉得要特别提的为什么我要第一个就感谢我们的医护同仁医护的一些我们的。站在最前线的这一些人员给他致敬因为我觉得真的就是一个服务业啦，所以这个服务利他，
我也会希望我们的学生都有，因为在整个中华医事科大里面，跟医、跟护理、跟健康都有关系。那我不能说我们的学生是去做开发型的，或者是去做老板型的，但大部分都要去服务大众。是。那像这一次的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时候，如果他们没有那个服务的心或利他的心，我想很快就退出了。对啊。很快就退出去了。那所以在我们中华医大的这些专业之外，我们其实现在也加重很多的服务或者利他的一个培训，或者是去做学习。那让我们每一位中华医大的学生，除了有专业知识、有证照之外，他的态度、他的服务心、服务的利他，都是我们要培育的。所以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课程，也有很多的活动，尤其是学务处的社团活动，我们都希望让学生去感受目前环境的情形、社会的情形，或者让他们去做服务。所以像我们的护理学院，它就有一个南关县的医护健康照护计划。它就是到南关县，咱讲的已经得归零两家关庙，去做一寡健检，交老人讲话。即摆要去医院做护士，会晓讲台语，会晓交老人讲话，无啥要好拍打针。卖互你注射。我们对这一方面的培育，其实也都有。那学生的回复也都很好。因为也有学生回复说，他之前所做的参与的这些服务教育或者是服务学习，其实他就业之后工作职场有用了。你看怎样讲？刚才腰那个腰啊，那个肾脏台语叫有球啊塞吼，人家也让讲出来。我感觉这嘛袂歹态度上真的会改变哈。我们中华医大的学生，我认为在各工作岗位，其实他都是很虚心的，也很认真的在工作。那是我刚刚有讲啊，很多的单位、很多的企业给我们的学生是肯定的，那也一直在就业博览会的时候提供很多的机会。要让我们的学生去他们的企业、去他们的工作场所工作。那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以这次 COVID-19，我们当然本质上或者在专业上有改变，但是我们让我们的学生也在整个的一个态度上或服务上也都去做改变了。对，这真的是有必要，因为很多学生他去学，他就说我家己的专业但是这项呢，你出去面对真正职场的时候，你就是服务人群。对，那人的话，你跟他接触就不是像你在学校学的那样，就像校长讲的，你的爱惜服务鬼，你要去学习怎么去服务，怎么跟人家沟通，这个就很重要。对啊，所以你们学校这一块也都有在照顾到。我真的跟主持人报告，就是这一定要的。因为读医护健康这一块，如果没有办法让自己态度上或者情谊上，他愿意去做，我觉得做起来就会不快乐。对，你如果看到在医院里面的护士姐和给你看到是脸油头那边呢，或者你根本就不敢跟他，对啊，就会没有安全感啊。是。那也有很多过程中，其实我觉得让学生到社区去，或到场域去协助，或者去真的解决问题，未来他回到学校毕业之后到工作职场，我认为对他们都会有加分。真的会有加分啊！其实有很多例子啦，我也没时间关系，我也没办法举，但是有很多的例子，这个家长的回馈什么都觉得他的小孩改变了。我只能讲，比如就像人家常讲，男生当完兵就变成男人。我们的学生除了有专业之外，如果跟着我们安排的一些服务课程，或者是社区服务，或者是社会责任计划的实践，其实拢当大人啊，拢靠有那个真的叫做职场达人的那种感觉。
大概真正有去学着怎么实际去接触，对啊而不是说我就是学生啊学专业而已嘿啊，但是要安那还能接触的拢什么拢袂晓。对，哦，那个态度的问题。太多，对哇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对，所以好好会帮家长来训练这个，我相信家长像你讲的很都甘心呢，对不对？家长应该也有感受到，就是说有些小孩可能下课回家就是学生啊，好生早囝呢，然后为什么去参加社区服务之后回来好像都贴心多了，一定有这样子的。有家长跟我回馈是说，好像以前念书没那么认真，现在今天说要去社区帮阿伯阿姆做什么，或者帮小朋友量身高或什么，自己回来会赶快翻书了。哇！他说他的小孩子跟他的回馈是说，我不希望我去那边人家那个小朋友称呼我大哥哥大姐姐，结果我观念都不懂。对啊，他就自己赶快翻书。我听到这个这个也有效果，这样也有努力到。对，所以这样是真的很棒了。对啊。好，所以其实呢，就是这几年来，那面临就是说最大的就是疫情的影响，对，然后再来就是俄罗斯乌克兰的战争，对，然后再来就是引起一些很多经济的问题呀。所以其实呢，今麦少年人若是讲就学啦，了要就业啊，就是身为我们这么棒的科技大学的校长，你有没有什么可以给我们年轻人建议的？我想现在环境上，我们台湾人口少子化嘛，对，我相信有很多的学校，同学们都可以去选择，那我会建议年轻人要依照你的兴趣去选择。更重要的是，除了有兴趣之外，还要能够让你选的系，你读完之后能够顺利找到工作。我刚才有讲，如果你没有好好选择，然后读下去之后，那你要重新找到工作这么难，搞不好要重念。我们有很多的学生是属于就是可能毕业后又回来再念的学生，毕业后再回来再念。对，那所以我要给各位年轻人或者家长就是选校不如选系啦。选校不如选系啦，让小朋友在大学毕业后能够顺利找到工作，这就是最重要的。对。然后如果想要再进修，比如说硕士或博士，找到工作再去念，这样更有保障。是啊。这是我一个在现在的大环境里面。那未来台湾是少子化，那我想很多的欧美先进国家都已经比我们老人化，很多的欧美先进国家其实老人化都比我们严重。那所以以医事健康这个领域别，这个产业别，未来也一定会是台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工作位置。对，没错。这行业都要。那我讲最简单的，现在有很多人在做物理治疗、整脊调理、骨头的问题对啊。那这也是老人啊。身体的问题。我们老人现在很多年轻人也会酸痛。对啊，我们的语言治疗系，我还以为是小朋友的语言治疗，结果我们现在才发现说，我们的系主任跟我讲说，校长不是语言治疗连老人的口语上都有问题也需要去做语言治疗。是。现在我们的食品营养系，他现在已经开始在做类似饮食质地。就是老人会当补的迄物件有硬度的差别，饮食质地的分类是给老人能够好咬，是才能够吃营养的。像这个都已经是朝银发健康整个在做。那当然啦，检验、医技、护理的照护，视光，我想现在用LINE、用手机的连银发族都会用了啦。对啊。所以这个眼睛不会是只有小朋友的视力会有要保健的大家都保健。那语言治疗现在的整个科技业的安全卫生等等，还有我们的幼儿保育啦什么，其实都很容易找到工作。那所以我实在是很想给年轻人，就是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会很欢迎到我们中华医大来参观。是。那由我们来给你做一个解释，解说，那让你知道在医护教育这边、健康教育这一边的未来的产业愿景。
那也可以跟你讲上，就是说读这个科系的未来发展，是啊，然后让你在未来的一个职场，或者说你未来的就业有一个目标，有一个目标。那我觉得啦，就是那个我会建议年轻人，就是刚我讲的，选校不如选系，免得就是白走了。对，那选那个有执照的，执照就是像医师、律师、医检师、护理师、语言治疗师这些有执照的，他这样的专业培训，一定可以让他更有一样的就业保障。对，我们中华医事科技大学，其实在这些年的培训，其实就是以这个为主。所以我们才会有不变的学生人数。我们的考照才会有这么高。对，那我们的就业率也才会有达到94%哦，就是100个人里面有94个同位有工作。对，那当然还要其他一些是当兵的啦，所以就不一样。所以这个是真的有一个差异哈。所以我想我代表中华医事科技大学那全体师生，热烈欢迎现在在场的这些观众朋友、家长，有机会到台南的中华医事科技大学仁德走一走。那3、4月我们那边还有很漂亮的红花风铃木、花旗木，花旗木很漂亮。那个我会亲自带领各位去导览。哇，怎么欢迎各位亲自能够来中华医大指导，也欢迎主持人还有各位朋友来到我们学校多多指导。对，哇，所以校长给了那个学生很棒的建议耶，因为就是说选校不如选系，很多人就说你看这间学校很棒，进去读了，但是你学的科系不是没有什么专长，然后出来之后就是可能随便找个工作，但是你如果有一技之长，这一点很重要，然后你也可以其实都透过你读的科系，就看得到未来，你就知道走什么样的方向嘛，对不对？所以这一点对年轻人来讲，其实要好好去思考的哦。对，而且我也不能在这里讲得太明确了就是薪水都很高啊。对，有听说那个薪水比一般人高很多，很高。对，大家其实去上网打听一下就知道了。对，真的这一点其实也很重要啊，因为现在大家年轻人出来就业要做什么，希望说能够薪水高一点嘛。对，不是你那个2、3万一点点的他们的薪水是真的是蛮高的，都不错啦。对，真的不错啊。你想看在医院工作，应该薪水都不错啦，而且真的这种事情都是有益，对一个好，就是是一个良心的也是一个工作那也是救人呐。那其他的也都是差不多是这个样子。我是觉得真的还是要跟各位观众朋友还有同学们就是那个选校不如选系目标就是要找到工作对，就是好找工作。那有办法考上执照的，像医师执照的、护理师执照的、牙医师执照的那一种，都会是比较在找工作上很容易。对，那中华医事科大目前就是每次的就业博览会，就有很多的企业，尤其是很多的医院来摆摊、来设摊。然后其实我们有很多学生在大四或五专的实习之后就有新实习了，就是有像制药系的药厂就会说，我给你1个月2万，你来实习，还是学生，然后有钱又可以实习，对，带薪实习是，我想这很难那护理也有，医技也有，视光也都有，他们希望就是他们其实希望好好的带这些小朋友，毕业就马上在他的公司或者他的医院服务，那也减少了中间的熟悉，马上就嫁接过去了所以到中华医大，保证就业，保证能够考到执照，中华医大欢迎你们。真的很棒好，那所以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啦还是请校长帮我们做个结论，就是好好的。再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说明一下，请大家呢是不是踊跃的来就读中华医事科大？因为其实真的学到专业，然后薪水又高，其实我也蛮羡慕的。来，校长。好，我想今天也谢谢
那个主持人哈，还有钟家这边给我这个机会到这个现场来做中华医大的介绍。那跟各位现场的或者是镜头前面的观众朋友报告的就是，中华医大一定可以找到工作。家长们，我一定可以让你们的小朋友是考上执照，找到好工作，能够让你们的小朋友未来发展前途无量。欢迎各位到中华医大来。好，再次谢谢校长。那如果说对于这个中华医事科大有相关非常有兴趣的话，校长刚有讲哦，他可以带队带你去参观，我可以亲自带队，真的哦，亲自带队哦，就不用客气，就电话给他打过去了。好，谢谢校长，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谢谢。那么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启明形象直播》底下个一段了，咱再会。谢谢。